ASD 全名 Atrial Septal Defect 係指隔開咗心房同右心房嘅隔層冇完全密封，以致血液從左流到右或由右流到左心房。呢個係一個非常嚴重嘅問題，俗稱心漏症。簡單嚟講，攜帶全身用過嘅血經上下腔靜脈 Vena cava 進入右心房 Right Atrium 右心房收縮，將血送入右心室 Right Ventricle 右心室收縮，把血送入肺，肺將氧氣重新泵入血，把血送入左心房，左心房收縮，把血泵入左心室，右心室收縮，把血送入大動脈。一旦出現心漏，缺乏氧氣嘅血由右心房直接進入左心房，人便缺氧，以致做少少運動都面色發白。醫生話要做開心手術，縫合心漏。開心係一個非常大嘅手術，死亡風險非常高。阿拉伯中間國家卡塔爾卡塔發表一篇科研報告，話可以令心漏嘅組織再次埋口，方法係導入類胰島素生長因子 Insulin-like growth factor（IGF）。不過純嘅 IGF 非常昂貴，但有一個4兩撥千斤嘅方法，呢個便係服一個細胞用嚟製造各種蛋白質嘅原料，叫精氨酸 （Arginine）。因為口服嘅精氨酸能催生 IGF。